歡迎嚟到布布與馬芬嘅 YouTube channel 啊！快啲幫手訂閱啦！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布布啊！我買咗一個 Sanrio 迷你飯盒盲盒嘅原盒，迷你飯盒好可愛。依家我哋一齊拆盲盒啦！第一盒係 Kitty 透明飯盒，第二盒係 Melody 透明飯盒，第三盒係 Kuromi 透明飯盒。第四盒係肉桂狗透明飯盒，第五盒係 Kitty 大頭飯盒，第六盒係布丁狗透明飯盒，第七盒係 Kuromi 大頭飯盒，第八盒係布丁狗大頭飯盒，
第9盒係肉桂狗大頭飯盒。最後一盒係 Melody 大頭飯盒。多謝你睇晒我哋條片啊！記得 subscribe、like 同埋 share 我哋嘅影片。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